廣告投手會唔會被 AI 取代？以後咧只要輸入目標啦、預算啦 ，Meta 咧就會幫你搞掂晒。老實講，我都咧半信半疑，直至到有一日 Mark Zuckerberg 親口講，未來 Facebook 嘅廣告設計啦、文案啦、目標設定啦、預算分配咧，全部都係自動化啦。之前咧一個 campaign 咧，起碼都要幾日啦，請設計、寫 copy、揾個受眾群，再測試埋個 budget。而家咧你只要話，我想揾啲咧中意買衫嘅人。預算1萬 ，AI 咧就自動會幫你出圖啦、剪片啦、寫廣告嘅文案啦，自動咧優化埋個轉換率。咁我個同事咧就問我啦，咁我哋仲有冇用啊？咁我答佢，最大嘅贏家咧其實係冇團隊、冇預算嘅中小企。AI 咧幫你去慳時間、爆轉換，但係咧都有個隱藏嘅危機。所有人咧都靠 AI 去出廣告，廣告咧就會變得一模一樣。咁你個品牌仲點樣突圍呢？所以 AI 唔係去取代你，而係咧等你去駕馭佢。人咧就負責咗定方向啦。定個通啦，同埋定個 strategy。AI 咧只係一個執行員，而唔係咧品牌嘅靈魂。Meta 廣告咧唔再係有 budget 就夠，而係識用 AI，但係咧又唔俾 AI 同化先至會贏啦。你開始咗未？未嘗試，等於已經輸咗一半啦。